不是午安，午安，来喝。今天这门课是第11堂，阿美族的情人带。这个情人带是有很美的故事在里面。情人是谁？情人呐、在这里。哎，哪里？战士的情人呐、哪里？哪里？那边才是战士。对呀。好，今天我们请这个老师呢，他才从事这个原住民文化这部分的时间很久，不仅仅在这个原住民的服饰方面，也在这个舞蹈方面也是他的专长。所以从77年到现在，一直从事在这原住民的文化。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他，真的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把他所知道的学会了。但是今天因为这个情人带了很多的是手工。还有需要一些缝纫机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缝纫机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部分他在家里很辛苦，帮我们先做加工。但是呢，他加工的部分呢，他今天也会做示范给我们看怎么做，回家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再加上你的创意去制作，然后剩下的部分就要我们自己把它完成。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作品都完成以后，就背在身上给人家看。你看今天我们有很好的成果，没有来的就是他的损失。我们今天来都是有福气的。那今天我们就马上，因为这个工作，希望我们在3个小时内能够完成，所以我们以下我们就交给我们老师，叫胡家倩老师。如果很多事后下课后还有很多问题呢，可以请教他。他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卑南族的叫什么？雕个竹雕的老师，九顾老师，他在后面那个帅哥，对，那是他业界部同学白天不是晚上才是同学。那我们现在就给胡老师来说明。大家同学午安。晚安。我没看到你。是我吗？刚刚介绍的哈，那个吴老师也大部分都介绍，我不要再重复介绍。我现在说，我不晓得会有男的过来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不要帮这些男的哈，然后让他们自己看看他们的手艺怎么样。这个情人带哈，我在家里都已经帮你们加工了。既然你们是初学者要来练的话，不是3个小时就那么简单做完。那我今天学的从几年开始到现在才出师，按你们3个小时就出师了，我就不要了，我打叉了。所以呢，尤其这个部分这个流苏这个部分比较不好缝，所以我在家里把这个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，然后流苏，等一下我会再做一遍。如果说从头开始，当初那个吴老师跟我讲说从头开始教你们，问题是也没有车子，也没有大剪刀，然后我们从头开始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去做裁剪还有打板的动作，所以我把这个都已经也这样子缝上去，等一下我再重新，我也不浪费，然后重新操作一遍给你们看，然后等一下你们要缝的部分，就是这个肩带这个部分。我也都帮你们这样子做好了，在那里。也都帮你们这样子连流苏都挂上去了。等一下你们要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不是东乡打。东乡打，因为那个这种线也可以叫 S 带，也可以叫波浪带，因为很多波浪很多那个。什么线都是这样子弯弯曲曲的，它的真正名字叫东乡打。等一下这个部分东乡打这个部分你们要自己做裁缝的动作，我们这边我知道你们不会裁那个啦，刚才那个地方有练习，因为这个你们要不要好看在于你们，对。如果说因为只有一个你们不会裁没关系，我也很怕你们用坏我的车子哈。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大姐，她很会，就叫她缝，帮你们缝没有关系。事后那个保利达还是什么再给她，这个都弄完了，然后我们再做最后一个动作。还有一个毛线球，我们要自己去绕，你要大小按照你。毛线弄完了呢，
我们就这样子啊，还有这个部分耳朵这边吊带也要自己靠自己缝，然后要挂在这边，这里，哦，你们要碰到那个车子的机会动作，就是这个东乡打跟这个耳朵，事后毛线编好之后，我们就挂在这个吊带里面挂起来，就这样子绑，摘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操作一次给你们看。就过去那边看。那个男的不要在旁边喝哈。有货还没买啊？喂。这个哎，这个是这边的哈，还没有书嘛。这个布要去哪里买啊？布店啊。那个人家扫墓有没有？剩下的都有啊，还有出殡的。龙美就龙美那边的，这个不是龙美，这是另外吧？啊，材料行都有。对呀，这边那汽车材料行有了。一品店，这个不清行了。这个哈，这个价位也有关系，你要贵你要贵。这边我们首先就是东乡打，就是这个那个最上面这个步骤。那个太平洋的海浪。哎。哦，那个很细。我家对面，我家门口。哇，这个的。啊，要换线。对。要换线。啊。要换线。黄色的。灯很离焦力就好了。你开始录影了？开始了。啊？问题是这个小的我不会用的，我是要大的比较习惯。对了，我还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请教一下哦。谁会用那个缝纫机？张国忠。啊，这个针要怎么穿针？请教一下呢。啊，大姐你会穿针吗？它有这个仪器。线我会啊。怎么用？教一下。你这个已经弄好了，直接穿进去就好了。它有一个，对。它有一个可以穿，因为我不会这个。那你要人工的。工了。人工就好了。我也不会。有那个设备不会用。哎呦，还插得进去。一次就。我有练过。要让模仿。哦，这样东乡打。放下来，东乡打。这个要先放下来。男孩子的叫西乡打。西乡打。法律打了。做一次，我没有回线，因为等一下这边也是都被压到哈。回线。什么叫回家？这个来回针。来回针。对。大概比较牢固一点。哇，那个男孩子那个手一定被割到了，被钉到。等一下黄老师都要自己缝啊，地方不你有几手啊？这是他的专业。专业。他以前在远东纺织当那个讲师组长。厂长就用不到这个，组长还可以协助的。这个也不便宜哈，你说剪刀啊？这个我一滚全部弄完了，一滚就700-800块了，700-800块。那个图案哎，图腾。啊，你看又要换线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没有关系哦，不要，反正这也不是你们的。对。这是练习的。看得到吗？还好变成公式了。那个缝纫机的时速要多少？10公里还是50公里？按照你的脚力。写碎的速度。对了，刚才因为我看到一个，刚才有看到一个，我们不要这样子拉哦。哦，那也是会。嘿。等于拉哈。嘿，对。他自己会走。不用拉。还不用拉。这样子不会脱线丝呢，你会踩到。等一下我们也是要剪的，没有会压到。会比较习惯了。靠脚的，不是点的。哦，你那个是双脚。它古老方式的，像这种的。小白，我们那一台缝纫机还可以用吗？可以啊。可以搬回去了哦。他用脚踩。学校的那个。学校的那个。古老的呢。我还有这样。对啊，用脚踩的啊。
哎，那个不懂了，那个广告好操作我没上车了，你还没有上。这个完了之后呢，那个不用回针哦，那个等一下会压，等一下会压，等一下会压到。先找位置放东西。这个完呢，就还是一样东乡打，你们很会的。本来你们不知道这个。我叫东乡打，波浪，波浪打。如果忘记想到保利达。还是爱迪达。记得要放线哦。在坐高铁的，你看越来越先给我。然后还是一样东乡打黄色。光是东乡打就浪费很多。对呀，我应该现在叫你们有的会操作自己弄哦。怕弄坏你的车子啊。还没开始就弄坏了。对，到最后的话可以。我们先用脸的。先弄双面胶。那个用坏的话，资源中心会买下来。不是用口水。在楼下怎么还没送？好，然后完了，黄的呢就是这个绿色的。当然有上来啊，这边。绿色。哪有？这个工程浩大。给它那个配单颜色这样。东乡打。可是已经这叫东乡打，那个是黄乡打，这个绿乡打。反正下课的时候保利打。我以为是我我以为是还没有。我现在挡住了吗？不会不会，没关系。到我的头发，因为你头不要到这边就可以，你其实看过没有关系。扫描一下哦。他现在是在做车的动作。直接从这边截断就好了。他已经是半成品了。因为我有试过呀。等一下把它打进就好了。我们下次的。因为不是我有试过，很粗。哦，对对对。没有剪掉它啊。直接拉过去就比较。啊，断掉。没有。因为一方面也是教那个黄老师怎么穿车，因为他很认真看。当然。不然没有人缝他的衣服。对呀，没有人缝我的衣服。也不好留，我们那边裤子破掉、衣服破掉都拿给我。这个你在左边那边买的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在台北。你要买，你要在这边手工艺品店都有。哦，那个中立那个也有啊。都有，只要去台北。中立没有。啊，外国绿色的啊，线了。花莲的应该有吧？有啊。我们是要另买的。因为想说已经都弄好了，我就没有他那个什么，我上次去买的那个结婚券。当然那边别去看。你是台北吗？我忘记了，在那个迪化街那边。那边什么材料？而且比较便宜。对呀，不能放那边啊。是啊。我的秘书来了。刚才老师说担心男孩子，结果我有请那个。距离要多少？哎。这边2公分。哦，2公分。嘿。目测就好了哈。嘿。没有，到时候如果你们自己要做的话，你们自己按照你们的距离啊。啊，我现在只不过是教你们是怎么怎么去弄。他确定不来的。它的顺序啦，先教你们那个顺序。不行会先把那个。正面线路不是有嘿，这个就是它的正面。老完全我真的是用脚上的。等一下看。对，发在国中有一这个我知道。你看得懂吗？这个很简单。这种电动杆就是这个是彩色的那个在蓝色保利达，这个是绿色保利达，在桌上吗？这个是你有没有喝过我们阿米斯保利达？这个是太平洋的波浪。所以我帮你们，
浪费时间，所以我也把那个都缝好了。哦，你事前准备好几天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用手缝吗？还是车子直接通常我就是直接，我没有先用这个，我是要用这个？我直接这样子缝上去啊，这个。哦，直接缝。说翻过来一下那个它的缝的那个，方向反面看一下。反面了。对对，不用讲一下怎么缝这样。这个车的也是车子啊，一个一个。对折了。哇，那因为为了要教学，我也不是浪费时间啦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然你们什么时候出事？你怕我们超越你？这个距离有没有？我们差不多这边，我这边都已经这边差不多，那边那个讲义那边不是都有写吗？这边20公分。20公分哦。还那么宽哦。这个就这样翻过来，这样子啊。哦。20公分嘛。我哋用咁三年讲一行都。差不多，我们目测差不多这样。因为1公尺也是差不多。太多了，那个1公尺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缝上去。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缝啦。啊，如果是你，通常我们都是把这个先缝好上面，然后这个就慢慢给它这样子慢慢缝上去。哦。这点是要看那个缝纫机的。好不好？缝纫机它自己会带你。这个那个真不用换了。苏贤，我一定会弄坏老师的车子，麻烦你帮我买 AB 胶。我要 AB 胶胶。老师你就不要动手。那么多秘书，人家林金辉都有带秘书。酒柜又还没有买酒。润滑剂不够。对呀。昨天还好是。那你讲2次的不见了。没有喝完，那个3八的。你昨天有去啊？没有，只有喝3八而已。那还在等吃吗？没有啊，你刚刚这个一定要固定上来。对呀，这样固定。照理讲，它是先不要缝，就一个一个这样子插再一起缝。还比较平均。老师，你的布道的课有开始吗？刺绣。在你家。礼拜几？礼拜3。礼拜3哦，晚上哦。对呀。全部去了。不然一般妇女玩，白天哪有时间？这个完了之后没有，对着哦，量好距离20公分，目测。这边就有了嘛，这边就有规格了嘛，大概目测。目测一下，刚好到20到这边。用那个对这边。已经画线。边的了，边的了，就是要还过来一样。不会缝的就手缝好。这边一定要回线，它才不会那个溜走。厉害呀，老师！回线就厉害了。也有秘书。然后一边一样。他故意收音啊。怕会录。凯明这一段有录到吗？有。你刚刚讲的话。要消音。还要回线，你看我都知道要，可以了吗？你记得，偶尔要回线。我想到黄一敏我就知道了。然后翻过来啊。还有等下，还有一个步骤。放好烧。
先用好耳朵。哦，这么简单。等一下耳朵的部分也是你们自己缝哈。你们少一个。暂时先用一个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很急着要戴情人带。刚好用这个就可以用到。更年期用得到。哇，那剪刀是黄金，它那个专门剪。只有老师才有的。这个便宜啦，我不敢带3000块的，那个怕你们掉下来。昨天你不是有？贵呢哦。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动作，换牙角。嘿，缝边。红病点子就是结婚的，边我给你好多啊。没有细看。哦，他有专门吃这个的，像烤客了，像烤客部分。这边要挑。后头我们看他怎么做。对，这样子看你对，是这样。你是吃不出来的。这个要很久呢。它那个是左右这样。对呀。这个会脱线了，慢慢。我还以为他不拉上。他昨天走下去变成30。太厚了吧？因为那个底线啊。不要专门车的。啊，我这母语教学很累哦。我本来是想说用台东的那个情人带，可是要刺绣哦，3个小时哪刺的？我可以了，我可以刺绣。我还有一个学生呢，光是那个叉叉十字，学了3个小时才会。哦，你这个是属于北部阿美的做法。花莲。台东是刺绣，那比我们排湾族有那个桌上不是有2种版本吗？那个有没有？粉红色的。你报名的礼拜三。好了，我稍微就这样知道了哈。然后就可以翻身了。还没，还有一个耳朵。可以往下想去学那个原貌的。你是学什么？好像十字绣。你是用眼睛？你不是哪件是？哪个不用眼睛的？啊，用手缝。他那个没有哦，那个把这个还穿鞋子。刚才有一个，等一下这个也是要你们自己做，我这边都裁好了，然后缝上去，然后再翻过来。我们现在是要挂那个耳朵。为什么要挂耳朵？是比达丁度呢，要挂这个的，等一下。在车。啊，那个距离我们的手这样。等一下可以穿毛线绑的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手很小，怎么办？那你的毛线东西，嘿，固定。还没有进来。有进去。讲这个话深奥，还没有进来，进去。有啊，进去了。进去。对呀。小滴滴啦，可以了。干嘛浪费线？那么便宜。其实他这样子也是很靠线。对，会。他搞不好他会试出一些课叫你好，耳朵挂完了之后呢？2边都一样。嘿，2边都一样。然后我们就翻过来。2边都挂过。嘿，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是。哎，就有一个，就是老师帮你修很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你们要自己缝耳朵。耳朵要自己缝。它这一个的是它的带子。一段一段的，你一下子加那么多。对，我们就忘记前面了。没有啊，一次做完流程给你看。就已经弄好了，只有挂而已。这个我都帮你们弄了，然后你们等一下要用这个。自己要弄啊。哎，对，缝在它的，先缝这个东乡达，有没有这个？就交出高边边这边。对。
哦，两边，嘿，这样有完整。打算按着就好了。然后我先等一下教你们呢，你们等一下要缝这个的时候有没有？不要带里面的，因为我剪得很短，刚刚好啦。去比就好了。就这样子。每一个都要插进去吗？哎呀，有只是话你要进去就好了。帮每个舞团做一个。你要不要换线？哎呀，我不用啊，我说他换线了。它只有分你要穿不用穿了。啊。嗯，哦，是哦。底下那个就不用穿了。要因为它都很麻烦，要换来换去。强迫以后都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红布嘛，我们的线要用红色的。情人带。红底上黄不是？嘿，对啊。不行，他们未成年，不是他们还没哦，男生男生可以，是女生，是他们的女生不行。只有男生。可是我们的衣服是台东的那个是那个女生，所以女生也是有带那个情人带。因为在这女生不是不能背，简单嘛。这是耳朵要绑起来。都没带。哎，对这个。有啊，有的话都有带啊。都没带啊。这样对还好了，是都那个小区。他已经车好了。对，都弄好了，都弄好了。现在就是不要，我们要吃这个。最主要是这个了。对。出球了，等一下，等你们都车好这个，我们再跟你们再发，我们再做球，然后我们再缝那个缝上去，嘿，组合装饰。这个是穿洞的。对，我有带那个尖尖的给你们打洞。这个那老师，我们就可以先缝贝壳吗？也可以，然后再用毛线。因为你说你要缝，大家都一起缝。对，卡到。对，卡到没有啊，有些人缝，有些人做毛你线。缝贝壳它会卡到啊。对对。你要白色什么卡到？因为当人家在缝的时候，卡到那个白色的，我们这里有。换线是白色的。我觉得还是先缝波浪。那个中间没有对好，我觉得还是先。可是，等一下，有的人就先缝这个波浪那个东乡打这个，然后有的人先做球，对，我们就可以，那就不会打结，不会卡在这边。分两批。对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吧？哪里做球？这个只有缝而已啊。好，那个会了，好了。好。哎，拜托你们还不会嘞。你是高材生，我们是，哎呀，拜托，我们还在敲门。我不是阿密斯的，我们是幼教班的。我衣服有分阿密斯不阿密斯。幼教班的，这没有分啊，这没有分啊。对，那个这个干嘛？我的学生还有男的刺绣，他说，而且是摆浪。这是我做那个，家隔壁那个啊，隔壁老王啊。刺绣哦，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缝上去。等一下那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缝上去，还有白色嘛，两边，哦，然后缝完的时候要记得这边也要再缝上去咯，还缝上去，不然开开的。哦，这边一定要压好，不然开开的。哦，啊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做那个毛线球。哦，等一下缝的时候先缝黄色的会比较好，大家就不用换来换去，然后白色是再一起过来。对，你要帮我一个人缝啊？你不是要看几条这样子？不是，对，要不然你看那个换来换去很耗线。光是我可能我一条就要1小时嘞。对呀，没关系，这个毛线哈，有手机就放在那里面。我们差不多这样可以绑。多长？教育协会通通。你那个吗？剪刀。啊，这边。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感觉好像要挂在这个。哦，先不要编哦，先不要编。各族的那个会打特色3个洞，等一下我再教你们怎么弄。我们先学会那个组合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用这个毛球。对对对。背心也不用很难的啊，只要自己这个差不多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绑不要像我们条。的背心。这个多长？几公分？一般的。不用说几公分，我们可以绑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好，5条。一个颜色5条。你看，好，准备好。我们还是以黄色做底来，如果你用绿色会暗暗的。我通常是用这个
啊，没有对。等一下你用手机也可以啊。哦，这个我们给它固定，不要太大，我们刚好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贪心说很厚的话，那个球会高高的不好看。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卷几次？30。30圈，差不多了。每一个颜色都差不多30圈吗？是用手机。只有绿色是5条了。30，是30哦。绕30次。这个绕30次。这个底部我们的黄色用30，你不要用40会很厚。哦。然后绿色30，红色20。那这个呢？拿到哪里了？它要绑的啊。手臂绑过来。30。这里是30。嘿。红黄绿都是30。嗨。然后红色20，因为我们刚好做好最上面，不需要它，不然会超过那个。你这个一定要会。做毛球。20。冬青毛球。 20。哦，要传承。其他都30。好，这样嘛。什么都是。我们用黄色做底部。划不来。啊，我们在用那个毛线球的时候，线球吼，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摆，是这个刚好平的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嘿，不然如果你这样子这边对这边的话，你等下打开的时候乱乱的，嘿，不会像有层次这样。好，这样，好，绑起来，嗨，啊，记得绑的时候是在黄色这边底部，嘿，对。我知道这个黄老师最会。是很会。我上次台中的布袋有没有？我还去做 DIY 做毛线球。没有，我们快完成了才到。好，可以体验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拿时间啊。嘿，为什么我有交代说要带剪刀？因为我们这个小剪刀不好剪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原来毛球是这样做的。那个也可以给小朋友做。以为很难呢。就是要有人教哈，你要你要缴学费，因为你不在学员里面的名字。被你学会了。他是主办呢，他是主办呢，最辛苦哎。主办我们这样子。没有他，我们没有办法上课。对呀。好在。有没有消音？消了。太激动了，生气了，他知道秘密了，太高兴了。好，都剪开了哈。还有一个动作最重要就是，我们等下修剪完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敲，因为长的都会跑出来，你看，才会平均。好，开始。再修边。可以直接放地下吗？可以。那以后可以出示。主办单位会扫。主办单位会扫地。哦，我们慢慢给它修剪。这个可以体验给小朋友做什么？花朵出现。哎，对啊，只要做这个。然后你等一下就这样子的时候再，对，它也会再出来那个不齐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修剪。我们不要一下子剪太多，到时候。没有毛了。对，做毛线球，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修到这个这么大。哦，圆形的。哦，要2个哦，一个人要2个，因为2边。哦。来，分工合作。谁要在这边？米花，啊，我先发材料好不好？